認為佔中行動唔會成功。何偉琴報導。國務院發表《一國兩制白皮書》，恒基主席李兆基估計，可能係中央見到香港鬧鬧教教，市民有唔明白，所以現時要補充一下。佢認為文件只係重申基本法要求，行政長官要愛國愛港。基本法係講明嘅一向啦，係冇特別得，即係多特首又愛國愛港，即係做得特首咁上緊，而家又係啫。佢相信發表白皮書唔會影響投資者信心，亦都唔影響集團同埋外資喺香港嘅投資意欲。早前講過佔中對本港金融經濟安定繁榮有負面影響，佢認為佔中行動唔會成功。今次佔中唔會成功嘅，如果真嘅佔中成個中環俾佢佔晒，咁等佢大家都冇生意做，冇可能嘅。我睇公司好少人去佔中，我都係冇噶。佢自己唔會多自己嘅飯碗。集團亦都唔贊成本港削減內地自由行旅客數量，認為唔單止會影響零售餐飲，甚至有機會影響物流以及整體經濟。有線電視記者何偉琴報導。阿里巴巴全面收購移動瀏覽器 UCWeb 餘下股權，全家